前总统蒋经国爱吃的上海菜，现在依旧吃得到一模一样的风味。照以前老师傅的菜这样学下来的，这样做下去的话，都没有什么改变。因为你一改变的话，味道又不对啦。那我就坚持这是传统，就是以前的味道，他们才吃起来才有这个家乡味啊。家乡味满足许多游子，吃在嘴里，安慰在心里。台北市中山堂旁的巷弄里，老字号餐馆红到美国媒体都来报道。大火快炒，食材入锅，香气立刻扑鼻而来。上海菜的特色是连小菜都讲究。所以像招牌葱烤鲫鱼，对，它久煮，可是还是要维持口感上。对，口感上这个是湿肉冻熟冻脆。湿豆冻熟冻脆，口感很酥脆，含冻有味西，而且很够味。对，很够味，这个味道一定稍微重一点，一定很好吃。这可都是磨了几十年的手艺。陈双旺其实是客家人，家境清苦，10岁开始当学徒，厨房里吃苦当吃补。这10个椅子排起来就睡觉了。小孩子很多，我们3、4个小孩子都有伴很好玩，好快乐那时候。挨过就有新天地，立志要成为主厨，客家人的坚持性格展露无遗。因为我来这里做想学徒的，看那个师傅领钱领，哇，这么多钱，那我以后一定要站那个位置，给我站上去。现在我回乡下的话，大家都看我这样。还坚持做不出完全一致的味道，宁愿不扩张赚大钱，所以儿子接棒，传统的好味道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在自己的手中留住令人怀念的家乡味。客家主厨40年的努力，不但满足了很多人的味蕾，也让这家上海菜馆留下时代标记。吃到冻熟冻脆，含冻有米丝；吃到冻熟冻脆，含冻有米丝。